Hello， 大家好！呢段片咧就要介紹3款芭蕉扇 F9、F928 同埋 F10。咁今次 F9 嘅外形咧就真係好似芭蕉扇嘅形狀，同以往 S510嘅體積、重量都其實係差唔多嘅。而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個開關 ，S510 用嘅係滾輪式嘅設計。而 F9 咧係按鍵分段式開關，有3級嘅風力調節。咁如果咧我哋將兩款嘅芭蕉扇咧放喺唔同嘅平面上面，咁咧你會見到擺喺平滑嘅平面上咧，其實大家都會見到 S510咧係有啲唔受控嘅。我哋再睇下迷你版芭蕉扇 GT328 同 F928 有啲咩唔同。外形上新嘅 F928 稍為大咗少少，而舊版嘅 GT328 多咗一個顯示電量嘅掣，只要長按開關就可以開動啦。佢有4級嘅風力調節，而新嘅 F928 係只係撳一下先會增加一個風力，而係有3級嘅風力調節。再撳多下，仲可以開埋電筒仔添。F928 除咗多咗個小電筒之外，我哋再睇下後邊有咩唔同。係啦，相信大家都估到，佢比舊版呢係多咗一個換電池嘅功能嘅，而都係一樣啦，用18650電池。換言之，個電池可以喺唔同嘅風扇都可以用得返。跟住落嚟就要為大家介紹最突破、最型嘅一款夾版芭蕉扇 F10。首先 F10 有2個軸，可以調校唔同嘅角度，上下左右你想點吹都冇問題。仲可以用分拆式嘅設計，可以分離變成2個主體，而佢都係一樣係有3級嘅風力調節，但係佢係要首先撳一撳個安全掣，然後先可以啟動 F10，都係撳一下增加一個風力。佢仲有最特別嘅地方，就係有一個可以坐台嘅小夾子，可以夾喺唔同嘅地方，又或者可以就咁放喺張台度，可以方便到唔同嘅使用者。而今次3款嘅芭蕉扇都有4種唔同嘅顏色，迎合唔同嘅用家，白色、黑色、粉藍色同埋粉紅色。而全部新款嘅芭蕉扇都可以喺 A Grade 度買啦，大家快啲嚟睇下啦！多謝。